你想唔想瞓覺㗎？會唔會成日瞓啦？How are you？點解我喺度瞓？你有冇同媽咪去睇漫畫電影？請問你有冇寫過字啊？你可以幫我寫字嗎？我都要玩泥膠㗎，你識唔識玩？500加500等於幾多？什麼水不能喝？什麼魚不能食？3個人食1分鐘，6個人食1分鐘。1插5彎幾分